金刚不济波罗蜜经。罗香赞，罗香炸裂，法界忘分。诸佛海会释耀文，随处结相魂。圣意宏运，诸佛显专心。南无向分界菩萨摩诃萨。南无向分界菩萨摩诃萨。南无向分界菩萨摩诃萨。净心业真言。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。净口业真言。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。净意业真言。唵巴来罗檀诃呵呵。安土地真言。南无三曼多布多南唵嘟噜嘟噜在位萨婆诃。普供养真言。唵呀呀啷三波哇巴雷罗诃。奉请得金刚，奉请称都在金刚，奉请辟度金刚，奉请黄水球金刚，奉请白净水金刚，奉请恰生火金刚，奉请定气在金刚，奉请智贤金刚，奉请大神金刚，奉请四菩萨，奉请金刚观菩萨，奉请金刚舍菩萨，奉请金刚爱菩萨，奉请金刚语菩萨。发愿文：下首三界尊，归命十方佛。我今发宏愿，持处金刚经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云何还？云何得长寿？金刚不坏身，学以好因缘，得大坚固力。云何有此经？有经道彼岸，观佛开秘密，讲为众生说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观解如来真实义。金刚不济波罗蜜经，百会因由分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极高大远，有大比丘众1250人居。尔时世尊，昔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，其实有其城中，处地乞衣，还至本处，还是月收衣钵，虽着衣无作离作。先现客车分第二。时长老须菩提伫大众中，即将做起，偏袒右肩，右侧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离别佛言：已有世尊，如来先护念诸菩萨，先护教诸菩萨。世尊，先男子，先女人，
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不言，现在，诸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先护念诸菩萨，先护着诸菩萨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，唯怜世尊，愿乐欲闻。